我哋啲小市民，我哋呢要用錢嚟㗎。冇女冇撳錢，中銀戶口離奇唔見錢。但我兩母女攞錢呢就係正常，途徑呢就係你如果係嗰個人係有心盜我啲錢嘅，佢梗係有個卡啦，有好多仿製卡㗎嘛。我係放假，我係打趯係嚟追呢啲錢，係咪追一個真相？07年嚟香港嘅佢，每個月都靠唔夠1萬蚊嘅收入嚟過活。09年就申請埋阿女嚟香港，當年就為咗方便未滿18歲喺雜貨鋪做 sales 嘅阿女出糧，就開咗個聯名戶口。以為銀行最安全嘅，就原來就係仲麻煩個仔屋企，即係屋企可能都會安全啲啊！皆因雜貨鋪09年執咗，個戶口本身都有8800幾蚊㗎，一直都冇用過。提款卡都係放喺銀包，連返鄉下都 keep 喺身㗎。點知今年1月佢一打簿，發現09年12月去到10年7月就被提款6次，夾埋攞走咗8200蚊啊！周女士自然就要追翻啲錢，呢半年嚟都去中銀旺角分行度問。佢不停咁樣拖延住我哋，咁啱啱開頭嗰一次呢，佢哋就話正常提款嚟嘅，跟住後尾呢，我哋第2次報完警跟住翻過去啦，佢又話我哋會詳細幫你查下噶啦。仲有職員建議佢哋俾700蚊去查數，不過6月收到中銀回覆，就話冇顯示不正常情況，又冇同佢哋講啲人喺邊撳錢，最後又唔肯收啲查數費。周女士就去到中環總部嗰度揾人幫手，俾個提議你啦。其實就算香港嚟講咧，低過5萬蚊嘅，即係嗰個錢銀糾紛咧，你可以直接去小額錢債。小額錢債唔需要請律師嘅，60蚊就得。差人就將案件列作盜竊案處理，中銀就話會全力協助差人嘅調查。有專家就話，中銀卡保安落後，冇 timestamp 功能，唔會自動儲存提款記錄，所以銀行就追查唔到係真卡定係假卡攞錢啊！如果你一張嘅提款卡，你俾人哋用一啲讀卡器讀晒所有資料，其實我可以做到磁帶係同你原本張卡係100%一樣嘅。專門研究電子防盜嘅佢就用一部80蚊嘅讀卡器一碌就知道個戶口號碼啦。不過銀行最近就改咗用晶片提款卡，匪徒要做假卡就會難上加難㗎啦。